女士们、先生们、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场的各位嘉宾们，大家下午好！龙腾虎跃祝神龙，百花争艳贺庆典。随着时光的离境，我们神龙集团迎来了自己20岁的生日庆典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我们有欢笑，也有泪水，走过了非常不平凡的1年。面对新的时光和挑战，我相信我们神龙人一定可以满怀激情，以100倍的认真和努力来迎接我们更加美好的新的未来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我宣布，庆祝神龙集团成立20周年的庆典酒会正式开始。有请神龙集团的总裁顾锡成先生致开幕贺词，掌声欢迎顾总，有请。各位，今天是神龙集团20周年的周年庆。在这20年里，我们大家风雨同行，缔造了神龙集团如今的辉煌。这一切与在场的各位都是密不可分的。今天我要感谢各位对于集团的支持和帮助。我要向大家隆重地介绍我的夫人贺锦熙女士。他们俩感情真好，哪像常人你不和呀？你看他们俩对视那眼神，这要是夫妻不和啊，全世界都没和的了。可不是嘛，现在的报社真是什么都敢说。现在要再说他们感情不和啊，我可不信了。我宣布，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酒会正式开始。琉璃，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我错下去，我就是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。我得不到的，贺锦熙那个骗子凭什么得到？可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为什么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？琉璃，这样，我们一起离开不好吗？我们重新过新的生活不好吗？我是要离开，可在我离开前，必须揭穿那个骗子。琉璃，你醒醒好不好？这样。我们现在就离开，我们不管其他人，不再管其他人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放下我所有的一切，你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！不要，你等我，等我去办完这件事情。我知道，顾锡成这次肯放过我。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其实，对于跟他在一起，我已经不抱希望了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贺锦熙那个骗子骗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不要，你等我，等我去揭穿他，咱们就走，咱们一起走。你好，顾总。哎呀，刘总，祝贺你股票生意大涨啊！借您的吉言，今年的股票还会大涨。好，行，来，谢谢顾总。顾总，哎，顾总，你踏得真漂亮，不愧是书香世家。真漂亮，谢谢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来，我敬你，谢谢。
寇总好。你好。你的妻子真漂亮，谢谢。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去那边敬一下几位元老，好吗？走。哎，西城，要不你自己去吧，我觉得有点累了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等我一下。啊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走。走。琉璃，我求求你了，琉璃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现在就走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哎，你别吓唬我！不要，你醒醒，不要，我求求你醒醒！不要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不要，我们一起走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！不要！小心啊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哎，西城，不要，你醒醒啊！不要！我求求你了，你醒醒！南宫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南宫，出什么事了？受撞了，傅博雅，西城，快叫救护车！情况呢有些特殊，一呢，现场没有目击证人；二，监控还没有调出来。如果再有什么特殊情况，我跟你联系，好吧？好，那麻烦你们了。没事，这我们应该的。没事吧？来，披上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公司的长治程序处理了，有什么消息，他会告诉我的。别担心了，走吧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还是不要太伤心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陪他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这条手链是不是何天系的呢？南宫琉璃，你居然敢调查我，怎么撞死的不是你呢？这要是让顾西城看到，肯定会跟我离婚的。